花莲富里的青梅本底是这个月月底就会当收成，也毋过即马受到气候的影响，产量大减。有一寡农民是怨叹讲，这树仔顶连一粒梅仔都拢找无，减产7成外。预计这今年青梅的绩效也会受到影响。 伫花莲富里梅仔的产区，即马正是开花结籽的时阵。往年这个时阵，树仔顶梅仔是4甲800，也毋过今年产量无够1成，连本钱拢赚袂大。有两先咱这涂骹那个冇涂骹的，啊今年涂骹无看到梅啊，树仔顶无看到梅啊，即马才存到1成去啊。 规丛都无生咧。花莲种青梅的面积有67公顷，其中富里乡就62公顷，每年的产量差不多212吨。不过今年受酷寒影响，梅仔树只敢若开花无结籽，收摘面积25公顷是这几年来上严重的。 我们的梅子在1月份开花的时候，完全都没下雨，所以整个结果率非常的差。目前以我们的观察的话，结果率应该是低于3成，所以今年基本上要交货的这些部分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失收了。关府农业处加花莲农改场，还有农粮署东区分署做勘灾小组到现场现勘，评估损害程度到30%到现金补助的标准。收海的申请的期限是到3月19号为止。 那会不会影响到今年要产梅的价格？会不会？当然，因为我们的量少，它的价格就会增加。富里乡农会强调，因为有的树仔是规丛拢无毋通采，所以伫往年拢会办的青梅仔提供活动，今年恐惊会暂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